而这电厂的安全实在是真值得大家做伙来重视的。来关心的就是这兴达电厂火烧呢，外界是真烦恼讲对发电会造成影响。昨昏这台电是来出动备用机器，确保这供电的稳定。也毋过后手敢会造成发电的压力，即马大家拢真关注。兴达电厂火警1号2号机停机，备转用率8.3%。拜三台电启用紧急备用的大拿5号机甲兴达4号机，将电力救转来，最后到暗时备转用率6%。外界关心后续会对发电造成压力。当然有做了一些调度啦，那当然就是为维持整个供电稳定，它所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电力的调度，完全没有压力，完全供电是没有任何的疑虑的，所以确保供电无虞是目前这个台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。目前兴达1号、2号机拢还未正式上用，2号机还阁伫试运转阶段。不过因为1号机为6月开始已经接受调度，业界分析目前停机对整体发电量有影响。另外两部机组原本按算伫明年就当时上转，即马阁是调整。那明年的备转容量率，也只有5.2%，已经确定不能商转的中加电力民营的中加电力大概61万千瓦。那如果再加上这个新达的2号机也不能运转，备转容量率在明年剩下0.4%。这几天可能容错率比较低，就是不允许再有其他的机组有状况发生，否则的话，你原本你的备转容量率就已经是在橘灯的边缘了。如果又有其他机组又发生状况，那一定会跳到红灯或黑灯。针对机组开放时间，台电评估1号机外观判断受损确实，一定会进行详细检查、甲事故调查，也有相关后管准备。完成了，搁提报告向市政府同意，搁随时公告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